咩事喊得咁淒涼？竟然係因為想返學啊！Hello， 歡迎返嚟 MY 移居日誌。小朋友喊住扭計唔想返學就見得多啦，喊住話想返學呢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啦。究竟國際學校有咩魔力會令到一個小朋友呢咁鍾意返學呢？呢條片我會拆解一下國際學校係點樣偷走咗小朋友嘅心啊！而家就返學。就喺啱啱過去嘅聖誕假期，學校放足21日假，但係去到最後嗰幾晚呢，佢突然之間每晚臨瞓前呢都眼濕濕啦，喊啊！我同佢傾完偈之後，原來佢係好掛住學校嘅老師同埋同學，好想快啲返學啊！嗰一刻，我除咗覺得搞笑同埋窩心之外，更加大嘅呢係一份好奇心。究竟學校有啲咩魔力，可以令到一個5歲嘅小朋友掛到喊嘅呢？於是我好好咁觀察同埋回想，發現咗一啲好有趣，甚至係觸動到我嘅原因。原來係學習呢個事情俾到佢一個好特別嘅體驗。首先講下最基本嘅語文同埋數學。學英文，我哋以前甚至好多香港傳統學校嘅模式呢，都係學 vocab 啦，默書，然後學 sentence pattern 又默書，好似一個確認嘅機制咁樣，默得出就等於你學識咗啦。有冇觀眾同我細個一樣用中文字記讀音㗎？ Famous 就係非密史， condition 就係 condition。諗翻起都覺得好痛苦喎。你哋以前係咪都係咁學英文㗎？留言話我知啊。但係我睇翻我個仔嘅國際學校，佢哋本身已經用英文溝通，所以語境唔係問題。就算開頭唔係好熟，同其他小朋友玩得多，傾得多，好快其實佢哋就會明白個意思同埋講得到噶啦。所以學校教英文主力係教 phonics， 即係拼音，即係話將你識讀嘅英文詞彙幫佢哋用易啲嘅方法轉化成文字，亦都係話當佢哋望到一隻字嘅時候，佢哋可以識得自己拼個發音出嚟。我覺得用呢個方法學英文係事半功倍㗎，因為佢哋唔需要死記硬背咁樣記咗隻字佢，更加似嘅係就好似玩緊遊戲咁。最得意嘅係學校仲有一個叫 Twinkle 嘅 app 啦，俾佢哋返屋企玩嘅，入邊呢全部都係遊戲嚟㗎。喺佢哋眼中，佢哋唔係溫緊書，而係佢哋玩緊 game。學英文嘅過程，小朋友就係咁樣不知不覺間鞏固咗啦。至於數學就更加精彩啦。學校用一套叫 Number Blocks 嘅動畫同埋教具。學校唔係直接話俾你聽1+1等於2，而係透過動畫同埋 LEGO 遊戲，俾小朋友自己發現數字之間嘅奇妙關係啊。例如佢會見到6呢個數字積木係可以由5+1去組成嘅。即係話，如果佢拎走咗1嘅話呢，就會變成5啦。佢又會發現，咦，原來1+9、2+8、3+7，全部都係等於10㗎。我好記得有一日，佢返到屋企，自己攞起啲 LEGO， 好專心咁樣砌嚟砌去。然後佢突然之間好興奮咁走過嚟同我講啦：媽咪，你睇3行10粒嘅 LEGO， 同埋6行5粒嘅 LEGO。原來都係30嚟㗎。我當時嘅心真係哇咗一聲。我最開心嘅唔係佢識得乘數嘅概念，而係呢，佢能夠將學校學到嘅嘢變成咗一種自己主動去探索嘅遊戲啊！呢一份好奇心先係最珍貴㗎。係啊。你點知係15個 number block？加15係10加15係25，10加15係25。而喺香港嘅傳統學校，佢哋就會相對按部就班同埋系統化。佢哋會先教數數啦，然後讓學生認識唔同嘅位數，緊接咧就會係教加減乘除法啦。咁當中佢一定會係加深難度啦，並且夾雜住其他嘅量度、圖形空間、數據處理嘅範疇嘅，一步步確認大部分同學識晒，先至會教深啲嘅概念。咁樣嘅做法係好穩陣嘅，但係就少咗自我發掘嘅部分啦。另外，學校而家用緊嘅係 IPC 課程，簡單啲嚟講就係將所有嘅知識融入一個又一個生活化嘅主題入邊。例如用旅行去玩嘅相嚟教英文嘅過去式，佢哋亦都會整唔同嘅手工圖工，亦都會帶同學仔去遊走校園去認識五感。最令我覺得有趣嘅係，老師用成班同學仔嚟自唔同國家嘅呢件事去教7大洲5大洋啊！
之後返到屋企，我嘅小朋友竟然將7大洲5大洋自己背默出嚟分享俾我知啊！而家小朋友係讀緊 Year 1，係冇考試嘅，亦都冇傳統嘅功課同書本，但係會有一啲類似學習嘅筆記啦，或者係用平板去學習嘅。佢哋將佢攞返屋企要做嘅嘢呢，叫 home task。但係咧，佢唔係一啲抄寫嚟嘅，而係好似一個小嘅 project 啦。例如分組去揾一啲沙灘或者熱帶雨林嘅資料，再返學校同同學分享。連假期嘅 worksheet 咧，佢都設計到好似遊戲多過練習啊！咁點樣知道小朋友學唔學到呢？我觀察到佢嘅成功感好純粹係嚟自我明啦、我識啦而嚟嘅快樂。呢個亦都係我哋教育理論成日都講嘅內在動機。即係話學習唔再係因為佢想迎合老師、家長或者逃避責罰，而係為咗滿足自己對世界嘅好奇。學校亦都好鼓勵創造同埋表達。學圖形，佢哋唔係淨係要認名啊，而係佢哋要用佢哋學過嘅圖形去創作一幅畫。Toy 係點㗎？老師鼓勵小朋友細細個開始要自己思考，一齊掉啲 idea 出嚟。聖誕節有表演，你可能想象唔到一班5歲嘅小朋友原來可以一齊練習、排練、學習耐性、合作，最後佢哋竟然上到台上面對觀眾。呢種自信同埋經驗原來好早已經開始建立緊㗎喇。仲有學校成日都有好多搞作 Deepavali、Malaysian Day、Halloween、中秋節、聖誕節，校長仲會扮埋聖誕老人㗎。幾乎每個月都有令人期待嘅活動，可以着便服啦，或者有一啲特別嘅活動。返學永遠都有新鮮感。講到最觸動我嘅，就係一種叫做包容嘅氛圍，即係佢對唔同小朋友嘅接納。同其他家長傾開，知道學校係有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，即係我哋俗稱 SEN。例如有啲係言語遲緩啦，有一啲咧係 ADHD 啦，係集中唔到嘅。而學校處理嘅態度咧係非常之開放同埋包容嘅，佢哋唔會將呢一啲視為需要收埋嘅標籤啦，或者一啲嘅問題，而係咧會好坦然咁咧同家長溝通，一齊去諗點樣支援個小朋友。佢哋會有額外嘅 tutor 咧係一齊跟進啦，同埋上堂嘅。但係大部分時間咧，呢一位 tutor 咧都係好自然咁樣咧融入咗班房啦，同其他同學一齊玩，一齊上堂。嗰種嘅氛圍咧，你完全唔會覺得突然之間多咗個人好奇怪喎，只係會覺得多咗個大人咧一齊嚟照顧所有嘅小朋友。而學校亦都會好靈活咁，有時抽走個別同學做訓練，有時候咧亦都會俾佢參與翻成班嘅活動。對比起香港傳統環境底下，有時候家長會覺得 SEN 咧係一個唔講得嘅私隱啦，甚至咧係帶點羞恥感嘅。呢種開放同平常心，對小朋友嘅成長同埋家長嘅心態咧，真係會好好多㗎。你會見到每一個小朋友都喺自己嘅步伐上邊慢慢進步，每個人都係被接納嘅。學校仲會按小朋友嘅能力分小組上堂，做唔同程度嘅任務。而個別組別咧唔係固定嘅，會按佢哋嘅學習進度再調整分組嘅。呢一種因材施教，真正照顧到每一個嘅個體。另外，學校好鼓勵家長嘅參與。我試過去參加佢哋嘅一啲 STEAM 嘅工作坊啦，同個仔一齊去整一個動力嘅火箭，亦都試過咧一齊學 phonics 啦，去學校睇戲。有家長嘅陪伴咧，小朋友會更加投入嘅。回顧呢段時間，小朋友都適應得好好，到而家佢喊住話想返學，我覺得搞笑之餘，亦都好感恩老師嘅照顧。作為家長，我最大嘅感受係學校係成功咁將學習、快樂同埋探索係連結埋一齊嘅。佢哋冇刻意去催谷知識量，反而花好多嘅心機去保護同埋點燃小朋友心入邊嗰團好奇嘅火。佢哋教識咗我學習嘅動力其實可以好內在、好純粹嘅。我唔知道呢套模式係咪適合每一個小朋友，但係對於我個仔嚟講，我真係見到佢眼神有光嘅。我最衷心嘅願望就係佢能夠一直保持呢一份對於世界嘅好奇，真心喜歡學習。因為我深信未來世界需要嘅唔再只係識得背誦標準答案嘅人，而係識得自己去發現問題、尋找答案嘅人。希望我嘅分享可以帶俾你一啲啟發。如果你都有類似嘅經驗或者睇法，歡迎你喺下邊留言，我哋一齊傾下偈。
喜歡我嘅分享，記住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啊！subscribe 埋我嘅 channel， 支持下我繼續分享啦！記住撳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㗎喇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